神的话语，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，亲颂主在圣殿中。请听上帝的话语。上帝啊，我诚求告你，因为你必应允我，求你向我侧耳，听我的言语，求你显出你奇妙的慈爱来。你是那用右手拯救投靠你的，脱离起来攻击他们的人。求你保护我，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，将我隐藏在你翅膀的荫下。亲爱的上帝，恳求你成为我的主，完全掌管我们的生命。我们满心赞美你，平静感谢的心来领受你的赐福，好让我们预备好自己，得着祝福，也帮助我们住在你里面。以上都是奉靠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接下来是诗歌敬拜。弟兄姐妹平安，很高兴我们又聚集在神的圣殿里面。现在我们从位置上站立，跟你前后左右的弟兄姐妹拱手问个安。好，现在让我们一起用诗歌来赞美耶和华。赞美他。
坐。从太初立定，亘古就有。你以为言为义，以能力束腰，世界就坚定，不得动摇。主啊，你荣耀国度在我们的中间，你旨意满有智慧，必要成就。你心事不改变，应许永不落空。掌权到万代，不能震动。我敬拜尊崇你，生命将荣耀归你。长存，权柄永存无尽。为你是真神，是活神，是再来君王。哦，主你的国度，从亘古到永远。
藏我在翅膀荫下，遮盖我，在你大能手中。当大海翻腾，波涛汹涌，我与你展翅，暴风上空，负你人作王，在洪水中，我要安静，知你是神。生命不一样，有你，我生命在燃亮，有你，我不害怕困难，有你，我有满足的喜乐，我在深处里求告你，你在天上听我祷告，你是我坚固避难所，我赞美你直到
求圣灵光照，让我们看见自己的过犯。我们可以向神献上感谢，我们一切都平安。我们也可以为自己或者是为他人的需要代求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我们仍然站立，我们用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。请上帝，我们的父，生，阿们。荣耀颂。
会众请坐。今天的起应文在诗篇119章97到104节，旧约的651页。待会由诗会这边攻读起文，那会众弟兄姐妹攻读黄色字体的应文。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，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。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，我比年老的更明白你的训词。我禁止我脚走一切的邪路，我要遵守。我没有偏离你的典章，训我。你的言语在我上膛何等甘美。我借着你的训词得以明白，所以我恨一切的假道。接下来的公祷，我们为在中美洲的国家圣克里斯多福及尼维斯祷告，也为台湾卫理公会北山教区教会祷告，也为台湾行政首长及各级官员祷告，为台湾儿童及青少年能够受到完善的知识教育及品格教育造就祷告，也为台湾一线的防疫的人员们做祷告，愿主赐他们平安，工作顺利。接下来的主祷文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要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叫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接下来的经课，今天由蔡绵绵姐妹。今天的经课在耶利米书31章27到34节，教会圣经924页，由我来为大家攻读。耶和华说：日子将到，我要把人的种和牲畜的种播种在以色列家和犹大家。我先前怎样留意将他们拔出、拆毁、毁坏、倾覆、苦害，也必照样留意将他们建立、栽植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当那些日子，人不再说，父亲吃了酸葡萄，儿子的牙酸倒了，但个人必因自己的罪死亡。凡吃酸葡萄的，自己的牙必酸倒。耶和华说：日子将到，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，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，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，与他们所立的约。我虽做他们的丈夫，他们却背了我的约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耶和华说：那些日子以后，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：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，写在他们心上。我要做他们的上帝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：你该认识耶和华，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最至大的都必认识我。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，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接下来，提摩太后书3章14节到4章5节，教会圣经304页。但你所学习的、所确信的，要存在心里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，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，
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。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，或教训、督责，使人归正，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，叫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这个是我在上帝面前，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，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，务要传道，无论得时不得时，总要专心，并用百般的忍耐，各样的教训责备人、警戒人、劝勉人。因为时候要到，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，耳朵发痒，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，并且掩耳不听真道，偏向荒谬的言语。你却要凡事谨慎，忍受苦难，做传道的功夫，尽你的职分。以上是上帝的话语。接下来由诗慧来做读经。那今天的读经是在创世纪第18章16到33节，旧约的第15页。创世纪18章16至33节，旧约15页。三人就从那里起行，向所多玛观看。亚伯拉罕也与他们同行，要送他们一程。耶和华说：“我所要做的事，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？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，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。我眷顾他，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，秉公行义，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。”耶和华说：“所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，声闻于我。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，果然竟像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吗？若是不然，我也必知道。”两人转身离开那里，向所多玛去，但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面前。亚伯拉罕近前来说：“无论善恶，你都要剿灭吗？假若那城里有50个义人，你还剿灭那地方了吗？不为城里这50个义人饶恕其中的人吗？将义人与恶人同杀，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，这段不是你所行的。审判全地的主，岂不行公义吗？”耶和华说：“我若在所多玛城里见有50个义人，我就成为他们的缘故，饶恕那地方的众人。”亚伯拉罕说：“我虽然是灰尘，还敢对主说话。假若这50个义人短了5个，你就因为短了5个毁灭全城吗？”他说：“我在那里若见有45个，也不毁灭那城。”亚伯拉罕又对他说：“假若在那里见有40个，怎么样呢？”他说：“为这40个的缘故，我也不做这事。”亚伯拉罕说：“求主不要动怒，容我说，假若在那里见有30个，怎么样呢？”他说：“我在那里若见有30个，我也不做这事。”亚伯拉罕说：“我还敢对主说话，假若在那里见有20个，怎么样呢？”他说：“为这20个的缘故，我也不毁灭那城。”亚伯拉罕说：“求主不要动怒，我再说一次，假若在那里见有10个呢？”他说：“为这10个的缘故，我也不毁灭那城。”耶和华和亚伯拉罕说完了话，就走了。亚伯拉罕也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。接下来是诗班献诗。
接下来我们请牧师为我们正道传讲神的话语。那主题为亚伯拉罕的代祷典范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主啊，求你赐给我们在你面前刚强壮胆，像亚伯拉罕愿意来到你面前为罪恶的城市祷告一样，奉基督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弟兄姐妹平安。全世界最会谈判的民族就是犹太人。我以前最早在这边牧会的时候，我在书店看到犹太人的谈判术，厚厚的5大本，日本人写的，把历世历代来犹太人在重要关键里面，无论是商业谈判、军事谈判，都非常的精彩。为什么以色列人那么会谈判呢？因为他们说，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都敢跟上帝谈判了，何况那属血气的人呢？所以他们很特殊，他们说，阮的上帝甲阮家甲上帝画普拉克，人是圣上。这个很特殊哈，他们是全世界最会谈判的民族。那我们今天来看亚伯拉罕怎么样跟上帝谈判。我们今天的经文是亚伯拉罕为所多玛人代祷，这个故事非常的美，值得我们学习，值得我们省思。上帝已经决定要毁灭所多玛、俄摩拉的恶人，但是他竟然为他们代祷，而且讨价还价的谈判。我们想到这些罪人，我们都想到他们罪有应得，罪该万死，我们就觉得幸灾乐祸跟天理昭昭。可是亚伯拉罕却不一样。那我们今天的讲道分成4个，第一个，亚伯拉罕是谁？代祷者的身份，亚伯拉罕是谁？那我们又是谁？第二个，我们祷告的对象，上帝是谁？第三个，我们来看亚伯拉罕他代祷的态度。最后，我们来看他代祷的内容。首先，我们来看亚伯拉罕是谁，他用什么身份跟上帝祷告？创世纪18章17节说：“耶和华说，我所要做的事，岂可瞒着亚伯拉罕？”因为上帝跟亚伯拉罕分享他要做的事，才引起亚伯拉罕的代祷。亚伯拉罕是上帝的朋友，我们知道最好的朋友可以把我们负向的痛苦分担的痛苦是减半的，也可以分享我们的喜乐的分享是加倍的，所以这样的关系就比较亲密。可是我们怎么敢把上主那个蛮有尊严的上主，把他当作朋友呢？这个只有亚伯拉罕敢。雅各书2章23节说，亚伯拉罕信上帝，这就算为他的义，他又得称为上帝的朋友。圣经里面只有描述亚伯拉罕是上帝的朋友。那我们呢？我们可以像亚伯拉罕这样祷告吗？有，可以，因为我们的记号朋友就是耶稣。主耶稣在被卖的前一夜，被卖的那一夜，他跟他的学生在分别前，他这样说：“我以后不再称你们为仆人，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；我乃称你们为朋友，因为我把从父那里所听见的都告诉你们的。”耶稣称我们为朋友。其实新约里面把我们跟上主的关系讲得更美，因为耶稣为我们死，变成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，而且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使我们敢呼叫上帝为我们的阿爸父啊。所以这种如父，那个阿爸父不是中国文化里面的父亲。中国文化里面的父亲都不敢讲话，因为我们的父亲太严了，了解吗？
所以叫严父慈母。所以台湾人的神明没碑啊，都是公啊啦，赵鹏公、低调公、无调公，什么公？为什么？因为公不是孙就没有代沟，就很亲切。啊，碑嘞，哦，那拎碑，哦，那可怕，对不对？但是只有 K 碑，哦，把神当作 K 碑，那就好一点。可是上帝跟我们关系是那个阿爸父那么如沐之情的亲子，是很亲密的。而且耶稣也成为我们的朋友，所以我们可以跟亚伯拉罕一样的身份，但是我们比亚伯拉罕更亲密。第二个亚伯拉罕，第二个身份是上帝呼召他成为做什么？成为福星，而且这个上帝要赐福万民。圣经上说，上帝拣选亚伯拉罕说：“我要使万民因你得福，地上的万国必因你得福。”然后呢，说上帝说：“我眷顾他，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，秉行公义。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。”所以，上帝定位亚伯拉罕是福星，使万国因他蒙福。但是，这个应许跟成就中间的过程，就是亚伯拉罕的家属，他的子孙要行公义、好怜悯、存谦卑的心，与上帝同行。所以，这个观念应该成为我们的观念，因为我们因信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，所以我们要一直祷告说：“主啊，让我在我的职场成为福星，让我的家庭在这个社区成为福星。”让我在这个教会成为福星，使教会因我蒙福，所以我愿意行公义、好怜悯，活出上帝做事的方法，传承上帝做事的方法。虽然活在罪人之中，但是我有责任活出上帝的形象，就是圣洁、公义和仁爱。所以求主赐福我们的国家。先赐福我们的教会，赐福我们的教会，先赐福我们的家庭，赐福我们的家庭先从我开始。所以这样的呼召临到新约里面呢，彼得说：“不要以辱骂还辱骂，以恶报恶，倒要祝福。我们蒙召原是为此，所以上帝选召我们，就是要成为别人的福星。”第三个，亚伯拉罕的身份是什么？他是个祭司。亚伯拉罕到哪里，他就在哪里足坛敬拜上主，这个很特殊啊。那个美国的清教徒也是，他们到达一上岸，第一件事情是建教堂，第二件事情是建教育馆，第三个才建自己的家庭。他们觉得敬拜上帝第一优先，第二优先是教育我们的下一代。遵守上帝的道，然后再过来是我们的家。所以我们这些人，其实我们也是祭司。我想宗教改革对这个社会最大的贡献就是万民皆祭司，因为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有君尊的祭司。那天主教只有把圣品人当作祭司，可是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以后，天主教也强调万民都是祭司，所以我们都可以祷告。好，三个身份，我们是朋友，上主的朋友；我们是上主的福星，我们也是上主的祭司。那我们来认识，我们跟谁祷告？我们要认识上帝的属性，上帝的公义，还有慈悲宽容。祷告的两个基础是上帝的公义。上帝是听闻罪恶，关怀被害者。耶和华说：“所多玛和蛾摩拉的罪恶甚重，声闻于我。”换句话说，他们在那里内带受什么？内带那些寄居的人，内带外籍劳工。然后该隐杀亚伯的时候，人死了，血在地里面，发出声音呼求上帝伸冤。以埃及人欺压以色列人。以色列人发出了
那个痛苦的声音，上帝听见了。诗篇106篇44节说，他上主听见他们哀告的时候，就眷顾他们的急难。所以上帝不但听见了，而且他下来查看，明察秋毫。所以上帝不是道听途说，也不会先入为主，没有带着偏见、偏听，而是亲自查看。所以对你有利的、无利的条件，他都考虑，才定夺一切。所以上帝明察秋毫以后，最后他是公义的审判，这是我们代祷的依据。将义人和恶人同杀，将义人和恶人一样看待，这断不是你所行的。审判全地的主，岂不行公义呢？所以亚伯拉罕他跟上帝谈判的基础是抓住上帝的属性，他认为上帝的审判是善恶分明，是公义的，所以好人坏人不会一起看待，好人坏人不会这个一竿子打翻一船人，岂不行公义吗？亚伯拉罕的口气我们觉得好像不太友善。他质问上帝。其实圣经上接纳我们对上帝的怀疑，但是上帝不能容忍我们对上帝的不信。不信是意志的抵挡，怀疑是理性的困扰。耶稣说：“你们叩门，就给你们开门；你们祈求，就必得着；寻找，就必寻见。”所以，一个人有怀疑，是介乎知与不知之间；一个人全知，那不用怀疑，不用问；一个人不知，也无从问起。所以，上帝接纳亚伯拉罕的怀疑，就让他了解。最后一个，上帝是恩慈的上帝，他暂缓执行，宽容忍耐。所以从50个变45个。变40个、30个、20个，就一直下来。这样下来的原因是，上帝坚忍，希望他们能够悔改，给他们有机会悔改。所以保罗在罗马书2章4节说：“还是你们藐视他丰富的恩慈、宽容、忍耐吗？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们悔改的吗？”所以彼得也这样说，彼得后书。他说：“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。”有人以为他单言，其实不是单言，乃是宽容你们，不愿意有一人沉沦，乃愿意人人得救。好，我们这样了解了以后，知道上帝是回听的上帝，公义的上帝，也是怜悯慈爱的上帝。接着我们来看亚伯拉罕他代祷的态度，这给我们学习。第一个，亚伯拉罕愿意花时间跟上帝亲近上帝。亚伯拉罕花时间到上帝的面前陪伴上帝，然后送客到帐篷外，到门口，然后又送到村庄口，陪上帝到村庄口的沙漠。创世纪18章16节说：“3人就从那里行，向所多玛观看。亚伯拉罕与他们同行，要送他们一程。”通常我们人的礼貌就是朋友来访就送到门口，对不对？更亲密的门口呢，我们就下楼梯，对不对？下楼梯送到门口，我们会不会陪他18相送，送到捷运站，然后呢再回来，然后对方又送我们回来？我们就说，不会这样子，对不对？台湾人跟我轰上起点然后呢，客人说不干，然后我们就说改言，就送一程。那这个代表什么？他愿意花时间跟上帝亲密亲近，愿意都陪上帝在一起。我们可不可以早上起来把最珍贵的时间跟上帝灵修祷告？第二，在空间上，他说近前来勇敢的贴近上帝，他要请求上帝帮忙，不是离上帝远远的，而是靠近上帝跟他说话。那这个对我们基督徒来更明显，因为基督的死，基督在十字架上说：“以利以利拉玛撒巴格大尼，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，为什么离弃我？”这时候圣殿中的那个幔子隔开至圣所跟圣所的，就从上到下裂成两半。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：“
所以我们尽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唯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好，在时间上亲近上帝，在空间上贴近上帝。然后呢，我们来看他第三个，他在上帝面前觉得自己很渺小。他说：“我虽是灰尘，还敢对上帝说话。”哦，这个保罗也喜欢说：“我虽是什么，然而，哈，这个他觉得我是灰尘，就好像人死以后，火化以后变成灰，就什么都没有了。但是，我还胆敢对上帝说话，那个是因为上帝的恩典跟怜悯，所以他有胆量。这很特殊哦，人既谦卑又刚强壮胆，这好特殊的那个性格，对不对？我们人通常谦卑了就退缩，然后自贬说啊不行，没有。那个以色列人，他们越谦卑就越刚强壮胆，这好特殊哦。他们谈判是这样啊，他们谈判要求公义，但是他们对人非常的恩慈，他们非常坚持，但是温柔的坚持。这个很，而且他们跟人谈判一定要强调双赢，你也要赢，我也要赢。大陆也讲下双赢，他们那个战狼外交，什么叫双赢？就连赢你2次，把你践踏在地上。这个双赢跟我们不一样，所以亚伯拉罕就是这种双赢法，他大大的向上帝张口。来，我们来看亚伯拉罕的代祷的内容。他代祷的内容也很特殊。第一个是从公义到怜悯，公义到怜悯。亚伯拉罕对上帝进前来对上帝说：“无论善恶，你都要剿灭吗？不为城里这50个义人饶恕其中的人吗？”他开始讲到上帝的公义，然后最后说：“可不可以要饶恕其中的人吗？”又讲到怜悯，所以耶和华有怜悯，有公义。我们的上帝以怜悯为怀，诗篇116篇第5节。所以耶和华的怜悯比公义还多，因为怜悯是向审判夸胜。雅各书2章13节。我们想到别人对我们不好我们常常说：“哎呀，求上帝伸张公义，我不报复，但求你显出你的公义。”但是如果想到自己的不对我们说：“主啊，求你怜悯我们。”你有没有发现，我们喜欢用公义对待人，然后用怜悯对待自己？这叫什么？双标，对不对？我们喜欢双标。求主恩待我们，我们若不能怜悯人，我们就不能向上帝求怜悯。我们遇到欺压的时候，我们是否多一点向上帝求怜悯？我在当兵的时候，把那个毯子盖着，然后把电灯泡装在里面，在那里面读圣经。结果我那个分队长一刷来，把我的毯子掀起来，然后就把我叫到连集合场，全部的人都集合，就在那里臭骂我2个钟头。而且他用圣经骂人。骂到很难听，几乎把我那个就是不给面子，然后骂的那个虽然没有3字经，但是每一个都很刻骨铭心。你知道我回来做什么吗？我一回来跪下祷告的时候，就一直哭。一个大男生哭干嘛？我在哭的时候不是为自己哭，说我怎么那么可怜。我为我的分队长哭，因为他用脚踢刺。了解吗？他胆敢用脚踢刺，这个典故从哪里来？当扫罗，就是保罗以后的保罗，扫罗追杀基督徒到大马士革的时候，抓基督徒抓一个杀一个，抓2个杀1双，结果遇到耶稣基督跟他显现，说什么？扫罗，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所以我觉得他不是逼迫我，他是逼迫耶稣基督。然后他说：“扫罗，你为什么用脚踢刺？”所以我心里面充满了那个怜悯，觉得这个人实在是够可怜。因为他为什么那么恨我？因为他是一个很酒瘾的人，他是个喝酒，然后都要人家赔
结果我们那一次那个所有休假走了之后，我留守，要我陪他喝酒，我不要。他说你根本不爱耶稣，耶稣都使水变酒，你连酒都不喝，你算什么基督徒？哇，类似这种，你也不爱国，因为酒是公卖局出的。他说那个怜悯，我们可不可以用怜悯向审判夸胜？这是亚伯拉罕带导的榜样。他第二个榜样是上帝啊，你是全地的主，岂不行公义？上帝的审判是全面的，所以我对上帝就产生了敬畏的心，敬畏的心，公义。那个安倍哦，安倍首相当了1年多就下台了。他下台以后当自民党的那个领袖的时候，结果那个执政党在行的事情是公义的，他就赞赏支持。整个那个自民党说你这背叛我们的反对党，就是要他们烂了倒了，我们才有机会上台。安倍说不行不行不行，这是我们的国家，我们是忠诚的反对党。等到他在上台的时候，请问执行同样的政策会怎么样？一朝天子一朝臣啊，照理说应该把它翻过来，所有好的我也不干，免得什么什么，没有行公义。请问我们的责任是什么？是为不公不义的事代求，为世界、为社会、为国家、为这个城市代求，为罪人代求，让上帝行公义。第三个，讨价还价。他的内容的讨价还价，从50个降到10个。你知道为什么是10个？怎么不少一点或者多一点？原来罗德的家刚好是10个人，罗德夫妇2个女儿女婿这样6个了，还有他2个女婿，2个订婚女儿，还有2个未婚的，一共10个。结果他的意思说，这里一个家庭为单位，这10个人就可以影响所多玛。求主恩待我们，我们可不可以基督徒还是少数？前几天我遇到一个台湾那个社会学家，他说实际人口调查基督徒人数才3.5了，不是林良堂讲的10%啊，基督徒是少数。但是我们可不可以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少数？这个少数的意思就是，我们一个家庭在社区里，我的工作在学校里，我们几个人就成为一个影响这个社会的人。那个韦伯福斯这个人就是约翰卫斯理要死前15分钟写了一封长信写给他，写完了约翰卫斯理就走了。那个英国的下议会的议员，国会的议员，他当时提出反对奴隶贩卖，以后那时候被他笑得要命。然后被人家认为是一个不爱国的，然后什么既得利益者就反对，到最后他能够成功。意思就是说，主啊，我们可不可以虽然少数，但是求主印证？这个很不简单。最后他从祈求进入代求。所多玛的事件的祷告是亚伯拉罕第一次为别人代求，成为福音很重要的学习。他之前只关心我的儿子，对不对？我没把三没家照，你怎么继承这个产业？我没有儿女，想到的都是这一些自己求居所，我在世上都居无定所，对不对？但是他到这时候，他转为别人祷告，很像约伯。约伯的朋友说他的受苦是因为他犯罪，这是在他伤口上撒盐，简直是雪上加霜。最后上帝责备他3个友人，然后呢，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，结果耶和华就使他从苦境转回
当你为别人祷告的时候，你就从苦境转回。当你一直看自己那么苦，很难没逼没偏，然后自己就这样啊，你活得很痛苦。我的伯母死的时候，我陪我的堂姐送我伯母去安葬的时候，我堂姐一路都哭啊哭啊，没比啊没偏啊，都没有跟他比啊，没有跟他拼啊，活的那个比啊，比来比去攀比啊，活得太痛苦了。我们就容易把我们自己的问题呢扩大化，再过来灾难化，结果最后呢就末世化。哇，我死定了，我完蛋了，我没命了。求主怜悯我们，来为别人祷告，那我们就觉得我们自己的不算什么。基督耶稣不但为我们死，而且从死里复活，现在升到天上，也是继续为我们祷告。罗马书8章34节。所以，我们当为别人祷告的时候，其实我们是与基督同工。所以，为罪人向上帝祈求，这就是我们成为福星。愿上帝那一个万福的源头，把恩典福分赐给对方。求主赐福我们。我们为人祈祷，常常祷告半天都没有改变，没有果效。上帝好像没有动静，但是你我因为这样的祷告，我们会改变，我们对上帝的信心会增加。保罗对帖撒罗尼迦在帖撒罗尼迦后书这样说：因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，并且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。所以，当他为别人祷告，他对上帝的信心越大，他对人的爱心更扩大。我们是否愿意学习来为别人祷告？为别人祷告。我在台语堂有讲过，我们基督徒应该对现实不满，对我们国家的政治不满，对社会不满，对经济不满，对文化不满，对教会不满。这些不满是一种美好的需求，但是这个社会的不满是带出仇恨值，然后批评、攻击、辱骂、贬义。但是我们基督徒的不满是带来祷告、代祷，求主赐给我们的执政掌权者智慧、恩典跟能力。这样子了解吗？我们这个社会是一股建设的力量。上帝是公义、公正、慈爱跟诚实，是福音的中心。我们基督徒想到公义的时候，我们就想到以怜悯为念。求主施恩赐福我们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天父啊，我们常常忘了祷告，或者只为自己祷告，为自己的缺乏祷告，为自己的困难祷告，为了自己的家庭祷告，这一些都非常的美好。但是今天我们要学习亚伯拉罕为别人祷告，甚至为我们觉得不好的人代祷，好让我们不再用批评审判的态度，而是求上帝怜悯的态度来为人祷告。奉基督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金句背诵，请看荧幕，我们一起攻读2遍。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，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。我眷顾他，都要叫他丰富的种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，秉公行义，使我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。创世纪18到19节。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，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。我眷顾他，都要叫他吩咐他的种子和他的眷属，秉公行义，我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经。创世纪18章18到19节。接下来的回应诗歌，今天是在心灵良诗第253首，诗名为《怎能如此》。
我们在天上的父，如今你帮助着我们，祈求你继续帮助我们，我们所拥有的生命、工作、学习、家庭都是由你而来，全赖你的恩典所赐。我们愿意按自己心意奉献给您，求你悦纳来做事工使用，来叫更多人领受你的爱及救恩。上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第一次来的新朋友还未预备或是不了解奉献意义，待会就请安静在座位上，让奉献袋经过你。会众请坐。接下来我们来唱这个《我们成为一家人》。那大家第二遍的时候可以用拱手代替握手来互相问安。大家可以站起立，彼此拱手问安。会众请坐，待会我来简单报告一下教会消息。如果详细的可以看周报第3页哈。本周主日感谢陈启峰牧师主讲国语、台语2堂聚会。
下周主日为更生团契雪新牧师将至本堂正道2堂，请为更生团契监狱事工来关心祷告。那今天主日后12点45分，葡萄小组聚会邀请杨建宏传道来分享主题，成为一个团契，欢迎教会弟兄姐妹自由参加。地点是在1楼的副堂。2022年执事提名委员会开会记录公告在公布栏。2022年新选执事1年期任期2位，2年任期3位，3年任期3位，连选得连任2次，应由提名委员会征询确认后，2023年新任执事名单如下：1年任李淑仪、黄介良；2年任萧天一、林鸿林、洪荣哲；3年任徐德强、廖俊奎、刘世文。叶淑清、陈秀薇加入提名，赵义然担任姐妹会主席。本周主日周报公告2周后，在于11月13日记议会通过，请弟兄姐妹参阅，并为新任的执事交接及任命顺利来代祷。南部地区教会将于10月22下午1点半在高雄卫理堂举办培灵布道会，讲员是新任卫理神学研究院院长魏连玉。内容为有关基督徒的生死学与基督徒终末观，免费参加，请向干事报名。肢体消息，因为最近疫情又升温，请弟兄姐妹出外必须要注意自身的防护，也为确诊家庭的弟兄姐妹身体来治疗及恢复做祷告。也为身体不适的弟兄姐妹及长者们的身心灵健康来代祷。会众请起立，3一颂。牧师为我们祝福。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与团契，常与你们众人同在，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阿门颂。会众请坐，会众一同低头祷告。殿乐之后，彼此问安交通。若有需要牧者祷告，请至台前等候。